大家好啊！我推出咗個免費嘅 YouTube TradingView 課程，咁大家可以去下面嘅連結睇一睇翻呢10堂 TradingView 嘅指標課程，可以幫到你哋用一啲指標去觀察到底點入市。同一時間我亦都會有一啲限時嘅免費 Zoom 線上分享會嘅，亦都有一啲線上嘅財技課程啦，歡迎大家可以報名。如果你有咩問題嘅話記得 WhatsApp 我哋。Hello， 大家好啊！個市好亂啊，但我哋都唔應該亂。今次同大家睇一睇成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啊！大家記得開始之前 like 啦、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啦，有咩問題下面 comment。同一時間，如果你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段片嘅話，記得撳翻個啷啷仔。事不宜遲，立即開始啊！我哋今次同大家講一講恒指、納指、BTC 同埋黃金啊！你好啦，行埋嚟，然之後跟住第一堂都未上地話，喂，俾我諗下你，俾我諗下 list 你，我俾你啊，我會挑死你啊！你明唔明啊？我講堅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有晒腦、有晒心法、有晒知識之後，跟住你先至會探到最尾嘅嗰把工具。嗱，我唔知你哋有冇啦，或者你有冇發覺到啦？自己上呢個導師一開頭上嘅時候就哇好正，呢個導師掂啊 ，OK 得啊 ，OK 上多一集完全都冇用嘅，跟住又下一個咯喎，掂啊 ，OK 啊得啊 ，OK 跟住嗰陣又冇用嘅，又下一個，下一個，個個老師都唔得嘅，變咗好多個之後，其實你會唔會開始去諗一諗一件事？咁係邊個唔得咧？你跟住我哋個 system 一路行，定會揾到你自己短炒啊、長揸。炒財技股啊、強勢股啊、退休股啊、炒盤路啊、牛熊啊、衍生嗰個人，總揾到你嘅嗰個啱嘅個人，然之後嗰一個玩法去玩嘅，但係都係同佢要呢啲時間嘅，重點係咪？今個禮拜個世界真係立立亂啊！嗱，因為其實上個禮拜我都爭啲以為要入市㗎，就係呢一日2026年嘅3月9號，點解彈得咁快呢？因為特朗普宣布個戰爭好快結束，個市好快會回復平靜，油價亦都好快會跌翻落去。OK， 但係你見到冇耐其實呢一日你已經好明顯見到，其實正常如果呢個戰爭真係結束嘅話最少彈翻上去都要彈喺60天線同82天線之上。咁你見到好明顯佢係冇翻到去2540點樓上嘅，一路以嚟彈到去60天線已經即刻夾翻落嚟啦。咁呢個好明顯市場唔係好覺得個中東局勢已經搞掂嘅啦。咁當然啦，聽我講一次啊，凡係關於戰爭嘅股票市場好容易大上大落嘅。呢一刻我講咗話要小心個市，隨時下個禮拜又要同大家講一講入市噶啦。所以我哋今次同大家講一講唔同嘅指數市場發生緊咩事，邊一個指數係比較穩陣啲，同埋我哋要留意啲咩啊？好啦，我哋而家睇翻恒指啊。恒指係咁多個市場入面最需要小心嘅。我成日講點解啊？因為當時喺呢一度已經出現咗連續2日全紅噶啦，好彩彈翻上去，但係相對嚟講佢比起美股彈上去，連82天線都企唔穩，企穩咗喺82天線樓下一支大陽燭冇幾耐企都企唔穩82天線就搭翻落嚟。所以我成日都講嘅，而家呢一刻邊一個指數全紅得最快邊一個指數就要小心啦。所以你見到咁多指數入面恒指全紅咗啦。OK， 所以我哋要小心恒指啊。基本上要小心啲咩就係我哋要小心佢有機會跌到下一個關口啦。我哋成個用指標嘅信號嚟睇恒指已經提前少少入咗呢個熊市嘅信號啦。咁當然啦，好似上一次咁入咗熊市信號，例如呢一度跌穿咗啦，好快都可以彈翻上嚟。係啦，唔一定係真係一個大熊市嚟嘅。不過我哋只係覺得好高機率一個熊市，因為你睇翻之前嘅3日全紅啦，其實都代表咗恒指有機會仲有一個長嘅時間要去跌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嘅話更加要小心啲，呢一段時間有冇機會有一個大嘅回調，甚或者變成一個股災。OK， 咁我哋下條要睇到邊如果係指標班嘅同學應該好簡單就睇到啦。我哋目標就係 PE9再去買入啊。咁如果我哋純粹用最簡單嘅指標去睇嘅話下一個支持位就要去到23,000點啦，之後再跌。再去到下一個支持位就係20,600幾點啦。OK， 咁你見到中間呢度再跌穿其實就冇咩太多嘅支持空間嘅。係啦，你話如果勉強講嘅話呢一個位即係大概24,100點都可以係一個支持。但係當然啦，我哋畫咁多支持位都係冇用嘅。我哋接下落嚟都要睇恒指到底係點樣跌落去，係急跌啦。OK， 慢慢
慢慢跌落去啦，好似之前上一次股災咁樣。OK， 咁咧我哋都要慢慢睇嘅。暫時嚟講咧，由於咧因為市場咧對於中東局勢仲未穩定啊，係啦，同埋咧 AI 越嚟越多唔同嘅故事出到嚟咧，都好似唔係好樂觀咧。咁大家要小心啲啦。OK， 係啦，好。之後落嚟講一講納指啊，好，反而咧納指喺呢段時間咧對比 SP500 對比YM 咧反而係強啲嘅喎，我哋一齊睇一睇點解啦。如果你有睇納指嘅話咧，嗱我哋如果係調整合約啦，或者唔調整合約，咁我哋咧一般嚟講咧都會用一個唔調整合約去睇嘅。OK， 點解咧？因為咧你見到咧如果我哋調整咗合約嘅話咧，因為佢個價錢咧係會有啲唔同咗嘅。咁咧我哋用唔調整合約去睇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咧大概呢個時候咧就係一日全紅都未有嘅，但如果你調整咗合約嘅話咧，其實咧就2日全紅噶啦。咁如果咧你對比翻嘅話咧，過去嘅 history 入面咧係啦，調整咗咧其實冇咁好嘅，因為會多咗好多錯誤嘅數據，所以我哋選擇以唔調整咧去睇納指係咪全紅。好，咁你見到啦，而家納指仲未全紅嘅，但係同一時間嘅 YM 咧就快又係全紅噶啦，而且咧 YM 咧已經跌穿咗之前嘅底噶啦。好，至於 SP500 咧又係一樣啊，再跌穿咗之前嘅底。暫時嚟講咧係納指守到上一個底嘅啫。咁如果納指咧可以企得穩嘅，然後反穿翻24,800點呢附近啦，再企穩喺60天線咧，咁我哋隨時咧可以係反手要買翻升。不過咧暫時嚟講咧，你見到咧納指咧啲支持位咧，只要如果繼續跌穿嘅話咧，向下係冇乜 support 嘅。再向下咧 support 位咧已經要去到23,500點噶啦。OK， 都一個幾誇張嘅跌幅嚟嘅。好啦，咁咧你亦都見到啦，成個納指咧基本上咧由2月頭開始啦，2月4號開始後咧，基本上咧一路咧都係好差噶。你見到咧都係紅當當。OK， 亦都係代表咗啦，我哋咧要睇第一線成個美股噶啦。好，至於 BTC 咧係極多人問嘅，點解咧？因為最近 BTC 又去到 support 位啦。OK， 咁咧你見到 BTC 一路以嚟都係全紅嘅，點解咧？因為BTC 咧已經步入一個半熊市好耐㗎啦。咁我哋之前一路咧都以為佢會穿13萬、16萬啦，咁點知咧最高都係到12萬幾嘅啫。咁而家咧我哋目前嚟講咧只能夠穩位買入嘅啫。但係咧如果有上過我哋指標班嘅堂就知道啦，其實基本上咧去到呢一刻咧，我哋都係唔會亂咁買入呢一個BTC 嘅，因為咧喺我哋嘅角度 BTC 如果個週期要跌嘅話咧，就要跌到差唔多4萬蚊附近嘅啦。OK， 咁好啦，如果你話我哋短線有冇咩方法去睇，有冇咩大成交出現咗咧？咁我哋可以用翻指標去睇嘅。你見到咧，其實佢守得穩咧，喺呢一個大成交嘅 box 度。所以咧，短炒冇問題嘅，可以做一個短炒，可能會升翻去60天線或者82天線附近啦，先再嚟下一波跌幅嘅，喺我哋嘅角度入面。咁基本上咧，下一次咧，如果我哋用任何一個BTC 指標去睇嘅話咧，基本上咧最大機會要去到嗰個位咧，大概係講緊咧。好，我開咗個指標俾大家睇啦。呢個指標你見到咧，下一個 curve 如果我哋要跌嘅話，跌落去咧，即係呢條白色線咧，我哋先會考慮買入嘅。如果跌到呢條白色線嘅話，大概咧都要去到5萬啦，48,000、49,000左右。你見到咧過去嘅 curve 入面咧，掂到綠色線反彈，掂到綠色線反彈，掂到綠色線反彈，亦都係一個幾好嘅參考位置。只不過呢一刻咧，如果要跌嘅話咧，我哋覺得咧係要跌到去大概5萬啦，或者4萬點咧，先要做一個反彈嘅，以指標嘅角度。好啦，最尾同大家講一講黃金啦。好啦，極多人問我關於黃金金股，我哋可以點睇咧？你見到咧黃金呢段時間咧係非常之強勢嘅，係啦，一路升一路升，直到最近咧開始有一個 settle 嘅情況啦。咁基本上喺我角度咧，黃金咧就唔 represent 咗一個股票市場嘅。純粹咧，黃金係一個簡單嘅避險貨幣，基本上咧以炒賣為主，作用係居多嘅。所以而家呢一刻咧，喺我嘅角度咧，暫時嚟講咧，呢一波升浪咧已經完咗㗎啦。咁最大機會咧就係回調到60同埋82天線，後面咧先再去有一個新嘅升幅或者新嘅反彈咧，先會出現嘅。OK， 咁你見到咧，如果以向下跌嘅為例咧，我哋暫時係目標咧係睇到4800
70蚊附近，或者咧如果再深一步跌咧，就要跌到去4519係啦附近啦。咁咧暫時嚟講，我自己個人咧係一路咧不斷揾位去做沽金嘅動作，而少啲咧去做一個黃金買升嘅動作嘅。咁當然啦，好多人都同我講係中東局勢咁唔穩定，買金係咪安全啊？咁就冇乜必然性嘅喺我角度，因為黃金嘅升潮咧好多時都唔係因為所謂股災或者有戰爭所引起嘅，係啦，咁就你見到咧，即使係上一次嘅熊市都好啦，黃金都係跟住跌嘅，咁基本上咧冇一個數據咧展示出嚟咧黃金咧係因為股災啦或者因為戰爭啦，所以越升越多。相反嚟講咧，我哋覺得咧黃金咧屬於咧一種避險貨幣啦，短期甚或之如果黃金嘅話咧適合嗰個炒法咧。除非你係短炒啦，咁當然可以日炒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你話睇黃金短期嘅升跌咧，其實有啲難嘅，你都可以用翻大順勢指標去睇啦。到底全綠或者全紅日？咁暫時嚟講咧，黃金仲係個價位好高，由頭到尾咧都冇出現全紅啊。咁咧，如果出現全紅咧，起碼要跌到去8月天線樓下先會有機會出現全紅嘅。所以暫時嚟講咧，我哋黃金咧係睇見頂啫，但暫時咧未出現任何嘅大跌勢啦，或者有信號咧黃金要暴跌嘅。所以咧，黃金如果依刻仲喺5000點樓上嘅話，死守喺5000點樓上咧，證明咗咧黃金去到依刻咧都仲未開始轉勢嘅。但係如果跌穿過5000蚊金咧，就好大機會咧要落翻去60同埋8月天線之上啦。咁好啦，咁今個禮拜咧就同大家分析到呢度啊。記得呢個禮拜咧，甚或至接下落嚟幾個禮拜啦，都係咧以現金為主。我哋等一個股災啦，或者等一個轉勢嘅位置咧，我哋先會將啲錢投入去市場。今日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話咧，記得留言 comment 俾我啦，或者可以隨時 WhatsApp PM 我都 OK 嘅。我哋下個禮拜再見。